佢亦都有個正式嘅名咧，叫 C2025NI Atlas 嘅。咁特別係咩咧？就係佢唔屬於我哋嘅太陽系嘅，即係喺我哋嘅太陽系以外嘅一個物體進入我嘅太陽系。OK。佢咧係喺7月初被發現之後，就展現好多好異常嘅特性嘅，即係例如佢個亮度增長係超快啦，軌跡嘅偏移啦，同埋好多咧佢行嘅軌跡嗰啲準程度啊，同埋嗰啲偏差率係好多嘢係超越咗一啲好自然有機會發生到嘅嘢，所以 that's why 被形容為係一個非天然嘅一個物體。亦都咧最近發現到一啲好複雜嘅噴流，科學家最初咧以為佢係一個普通嘅彗星嚟嘅啫，但係隨住呢個觀測嘅深入啦，爭議就出現咗啦。有啲人就係包括 Avilo， 佢認為咧可能係非自然起源嘅一個物體嚟嘅，而其他人，例如呢間我哋會講嘅呢個 Michio Kaku 啦，佢係傾向咧相信呢一個係可以用自然去解釋嘅一個星體嚟嘅。呢個事件已經成為全球嘅焦點啊，連